哈哈，嚟緊過年，大家嘅利是壓力真係大不同。等我同你講下中港台派利是嘅習慣吧。大陸實力派，真係鬥大嘅世界，一沓紅包厚過本書，唔夠厚都唔敢攞出嚟。一般親人子女500蚊，屬朋友子女100蚊。不過唔係見到個個人都派，但係依家微信搶紅包真係好鬼好玩，1蚊幾毫搶到都笑哈哈，冇咁大壓力，幾好。台灣儀式派就規矩多多，單數唔得，4字唔得，包錯咗可能俾長輩話足1年。不過佢哋敬老紅包個心意真係暖啊，同埋金額穩定，唔使驚荷包大出血。而香港廣撒派就最抵死，20蚊一封，見人就派，保安阿叔、茶樓阿姐，人人有份，永冇尷尬，壓力唔在銀碼，在你要記住邊個已婚，邊個未結婚，派漏咗就弊啦。講到尾，話語權嘅厚度真係嚟自平時嘅陪伴同真心，紅包幾厚，規矩幾靚，派得幾廣，都唔及真心講句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咁溫暖。如果一定要揀，我可能鍾意香港派嘅輕巧同共融，10蚊20蚊，大家笑客，開心客，人情味重過金錢味。不過最好就係3派溝勻嚟用啦，學大陸玩客，電子紅包搞氣氛，學台灣注重吉禮心意，學香港廣派輕巧傳祝福。你呢？你鍾意邊一派多啲，定係你有自己嘅混血派玩法啊？